我哋根據易經天運精心製作咗12生肖開運式穿搭指南。趕緊按讚收藏，轉發給身邊人。生肖中的雞，開運色係是深棕色、啡色，幸運單品是啡色便服鞋。生肖中的馬，開運色係是灰色、黑色，幸運單品是黑色鋼筆。生肖中的兔，開運色係是藍色、碧藍色，幸運單品是皮帶。生肖中的鼠，開運色係是淺棕色、絕色，幸運單品是皮革手袋。生肖中的牛和虎，開運色係是紫色、粉紅色，幸運單品是塑膠質料背囊。生肖中的羊和猴，開運色係是綠色、春綠色，幸運單品是購物袋。生肖中的狗和豬，開運色係是乳白、米白，幸運單品是頸鏈。生肖中的龍和蛇，開運色係是棕色、黃色，幸運單品是方形銀包。